拢明白，即个奥妙是怎样安排，就是历代以来藏捌伫做万米的上帝，打要对教会，互伫天灵遮个办正事的有权能的，知上帝百般的智慧。三甲来吟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请起立来吟。三到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做伙出声来祈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愿的日时今仔日所愿，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不得催阮入地狱，着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以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伊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足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启应文交托，启应文第17篇，诗篇第65篇吼。咱三甲来启应。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赞你，搁着对你写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求惯你。罪压倒我，毋过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
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即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你眷顾土地，落雨灌压，互土地增肥。上帝的河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供给五谷。你灌溉田园，收平土地，落够野的雨水，互土肉软软。这声，你祝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的路有油得治，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得治。山头用欢喜做大厦，草埔用羊群做衫穿，山谷用五谷做外套满。这声，因拢要欢喜出声吟诗。祈祷，即是咱三到鸭头来祈祷。圣哉，圣哉，圣哉！阮的大官人阿爸爸上帝，你是地极甲海面远远的人拢总所挖苦的。你命令花花好的海平静，你掌管日出日落，你眷顾土地，备办五谷，互你疼痛的囝儿得到你的祝福。你所拣选踮伫你院内的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阮感谢乌罗你，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拣选，互阮有份甲你坐倒，互阮照着耶稣基督有机会，互阮的过失伫你的面前来悔改，得到赦免，互阮有机会顶头生，对社会中重新得到平安。主啊，阮恳求你的圣神随时甲阮伫地，提醒小心软弱的阮，对罪来敏感，袂当对世俗中分别做圣，互阮的行为、阮的想法避免去得罪你。阿爸天父，感谢你，互顶礼拜台湾的选举顺时平安来完成。求你引带带领阮所选出来的总统、立委，甚至未来的内阁员，互因未来4年会当真正为台湾这块土地甲人民来考虑，做出真正对台湾上好的决定。主啊，阮也要恳求你帮赞为阮国家的百姓，放落私心，避免审判人的心态甲言语，用主你的公义真理，齐心来为台湾做伙拍拼。我要迫切来祈祷，求你的国会使真正实现伫地面，特别伫你所喜爱的台湾这块土地顶悬。阿爸天父，阮也要恳求你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求你伫阮艰苦艰难的时鼓励阮，赏赐阮平安，也帮赞阮每一个人真正掠你做头，行出你的款式，帮赞阮时时准备好，做你好用的器皿，伫世上做出好的见证，传达你的福音。最后，阮特别要为教会年老，也是身体欠安、心灵软弱的兄弟来祈祷，求你的圣神甲因伫咧，随时成做因上大的倚靠甲安慰。愿安尼感谢祈祷，
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困了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困求的声。后老，请本堂信乐队来献诗，因要唱的是上帝美妙关灵，奇妙的家杂。
感谢主，有主甲咱伫个管理一生，拢是稳定甲圆满的路。圣经强讨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人书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我来读第1节。对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批寄予点以弗所遮的圣徒，忠信伫基督耶稣的，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平安。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懊恼，伊伫基督捌赏赐咱伫天灵逐项属伫神的福气，就是照伊所创造世间的大神，伫基督敬咱，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无通欠。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心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到做囝来归伫伊，互伊稳定的阳光得到懊恼。即个稳定就是伊伫所疼的囝赏赐咱的。第7节，点伫伊，咱对伊的血得到赎回，赦免罪过，照伊稳定的富有，伊将即个稳定用逐样的智慧甲见识，赏赐咱到满满，已经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照伊的好意。第10节，就是伊伫本身所大心定着的，要伫遮的日期圆满的时设法，互万米，无论伫天灵的、伫地灵的，拢伫基督来合一。讲道，咱要请李家明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美丽的倒数，荣耀的教会”。请恁搁一摆同心，三甲来感谢。天顶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学了你的圣名，愿通伫今主日自即伫你的会中，三甲学了敬拜、仰望、服侍你，人生伫超找意义，逐个国家伫超找方向甲目标，这个拢记载伫圣经的内面。也是阮每一个主日，阮领受道理最主要的源头。愿你搁一摆光照你的圣会，甲每一个人。阮今仔日所听到，诚做阮性命的领受，也诚做全教会、全台湾的祝福。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主日是原住民宣告释放奉献纪念主日，大声感谢南门教会甲张牧师好的安排。我今仔日会通代表总会完选兄弟姊妹正当工来请安报告甲讲道。特别2004年一开始，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勇壮，灵命兴旺。大家人服侍拢得到快乐，也祝福咱这个大家庭伫这个社区，甚至大台北，诚做光，诚做盐。伫完选的请安函内面，详细拢有记载，其中有提起到6种的事工，有大专，有原乡产业的发展。都市的宣告，这个是因这20年来的努力，所以原住民伫长老教会有540间，咱所有的 PCT 的教会有
2965间。所以2965减掉540，就是其他的本地中会的教会。详细咱会通看内面的讲解。愿主的听，甲咱同在，互咱有机会会通关心总会属下完全的事工，会通了解，会通关心代祷。今仔日我的主题就是美丽岛屿荣耀的教会。以有所思，大先我来讲荣耀教会，过来我来讲美丽的岛屿。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一听到，咱拢会知影，就是出自《以有所思》这本册。《以有所思》这本册讲，照着水甲刀，洗清气，献家己做荣光的教会。这本册古早骨仔种的草本，并无写“以有所”这3字。咱若详细看到最后一章，会感觉这本册是伫予宇宙普世教会，较毋是只有予地区性小亚细亚、以弗所这个一代教会那定。因为伊要予上帝荣光，透过以有所来照光小亚细亚，甚至到伫意大利。今仔日宣教师对欧洲、到伫美洲、到伫亚洲、美洲拢有这个宣教师国教派卡只。这本册的特色继续讲前半段保罗特别伊写3章的讲批信。第1章就是以有所，所以圣经学者称以有所书是保罗著作的冠冕，迄个王冠，因为伊内面拢伫讲到荣光，伫解说荣光。迄个荣光是对父上帝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牺牲家己，然后上帝予伊的子民通过耶稣基督罪恶讨放，得到自由。当自由了后，大家合作伙，成做一体。这是前半段这个保罗的描写甲伊的说明。下半段较具体是在讲要安怎合一，就是信徒爱伫生活中，特别伫集体、教会也是团契当中，甲基督合一。包括个人爱穿上全副的军装，无人替咱信徒穿衫。甚至更较大的布道家若无穿全副的军装，伊就被拍死。这拢是个人的甲基督的合一。这本册有真侪譬如，譬如讲一个身躯，基督就是头，用安尼伫描写什么是教会。第二，伊用一个建筑物，耶稣基督就是工头，毋是工头，就是基础，就是基础，迄个基石。咱每一个人拢是参与伫迄个内面。过来伊也形容讲，基督就是新囝婿丈夫，教会就是负责人，就是妻子，还是讲新妇。用这种的譬如来结合基督，然后活出基督，然后当真正完完全全合一了后，迄个荣光较是实在，而且是发光。以赛亚书60章第30讲，列国万国要就近迄个光，列国君王要发现迄个大光。这就是指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有人在问讲，未来要安怎？第三次世界大战岌岌可待。咱唔知，因为各国的武器叫伊唔通靠核子弹，伊就要扛。你也看未来的世界，
咱差不多摇会出来。其实正的拢毋是咱真正的答案，咱真正的答案就是记载伫圣经，特别福音书佮启示录拢讲到世界有终局，有终结。这个咱毋知影，连耶稣讲末日会期，连囝都毋知，只有爸知影。所以人类要找找意义，国家要找找答案，离开圣经，永远无法度找到。所以咱真正爱为着咱的国家的领导者祈祷。蒋经国、李登辉拢发现迄个大光咱期待咱现任甲未来，迄个领导者嘛会通发现迄个大光，才知影信仰是上界重要的。这是李总统对咱台湾1996年6月国民大会废掉，其实是冻结啦，其实冻结毋是废掉。然后总统直选，咱的国家就自主独立嘛。然后这个名声就传遍全世界到伫今仔日所以咱拢伫上帝掌权之中希望咱的领导者甲对岸的领袖会通找到迄个大光这个嘛是咱逐个主日施会者伫带导的咱台湾3000间的长老教会，若加上外教派5、6千间逐个主日为着社会繁荣，为着国家的安全，为着两岸的和平维持搁较久我相信上帝有怜悯咱以赛亚书讲正海岛，伊的目睭看到咱这个上细的海岛以西结书讲，恁着爱做守望者。耶利米嘛是安尼讲，迄个守望者就是通过咱的总会对执政者发建言，互伊知影迄个方向就是大光然后互因会通好好掌握咱的行政、咱的内政外交、国防等等这个是咱正人所期待咱伫超找的真重要的所在咱看到台湾，这就是海岛之一大家看到这个，咱就知影咱是小亚细亚一个小岛屿咱全岛中央山脉330公里纵贯南北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284座伫1544年，葡萄牙的船甲船员发现到这个岛屿，因就讲 Ilha Formosa，Ilha Formosa，翻译过来就是这个福尔摩沙。葡萄牙先登陆，过来换荷兰人，荷兰人1624年登陆，76年荷兰改革宗的传教者受派来到福摩萨，当时前后有30个神职人员，后来有5个人殉道。62年，西班牙人对南部是咧对家人上访，西班牙的天主教，所以天主教的大本营就是伫北部，特别台北的所在家人，拢会通看到因真大的总部甲建筑物，甲机构。这个就是南部已经有荷兰甲西班牙伫南部甲北部开始宣告。总是无拍算62年，清朝郑成功攻入占领台湾，对南部上访。迄个时阵，基督教会宣告终止200天，停止200天。200天后，就是开始咱长老教会。1805年，英国长老教会
派宣教师来台湾传道。65年，英国长老教会派马雅各医生来台湾宣教，开设医馆，甲开设教会，这拢对府城甲基后。1971年，加拿大长老教会派马介牧师来台湾，然后72年3月，伊自愿到北部河尾淡水宣教，伊看到有成果。所以，就加入这个北满喙齿医疗传道甲服务，甲招真侪门徒伫伊的身边。进入咱长老教会历史，1896年成立南部中会，就是第一教会成立这个中会。1904年成立北部中会。1931年成立南部大会，甲中会三甲组合变大会。40年成立北部大会，当时无总会。1949年，大家坐做伙开会合一会议的时，也三甲关怀山地宣教的工作。原住民即句话是后来1890年较正名。中会积极参与山地宣教，伫相关的中会成立山地部。1951年，咱今年就是咱今年是159冬。1951年，国语合并成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PCT。1953年设立山地宣道处。80年改做宣道委员会。89年改做原住民宣道委员会。今仔日佫改做宣教委员会，就是原宣委员会。今仔日就是原宣的事工主日，事工主日。我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咱的美丽岛屿。咱这个美丽岛屿长394公里，宽180公里。内面有各种族，至少20几个。譬如讲噶玛人。若加入变做17个。什么亚？西拉雅，若加入变18个。但是咱登记伫政府有案登记，正式登录有16族。就是对阿美族到伫最后。咱长老教会有27个中会区会。咱平地有12个。对东部7000。台北一直到屏东，佮客家12个中会。原住民有15个，12个是中会，在地是中会，4个是区会。实体制迄就是只有个位数，也是10空间，也无法度成立中会。赛德克巴莱，这个因有15个教会，但是因只有是区会。听讲爱20个以上。所以，这个27个中会，遍满伫咱台湾，包括达悟，就是对台悟、达悟、南语，就是我忽然间台语转袂过来，南语的台语毋知要安怎讲吼。南苏多谢南苏。要做长老教会现代牧师，无容易。思会者佫较无容易思会者无学白话字，但是要用台语来报告佮祈祷。咱祝福这个思会者，因责任重大。咱南门教会，我来到台北将近7冬，我去过头30间
7000台北。咱南门教会，大家即事吼，拢会为着国家祈祷，这是南门的特色。其他，这我特别注意，所以我来去讲台，我拢会特别甲因强调，施会者为着国家领导者、执政者祈祷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咱长老教的特色。咱的特色就是安尼，咱是直接入去关心政治、关怀社会，甚至改革，咱拢是算头前的。咱来看这个原住民4个阶段。我讲了，咱应该以后就通人讲什么叫做原住民宣告。我保证恁一定会晓。第一阶段，12世纪荷兰改革中都有讲到。5个殉道。第二阶段，19世纪英国长老教会、加拿大长老教会差派真侪宣教师来台湾。马国医生是予厦门的牧师基督棍仔东，伊较出现。伊有一档较讲，好安尼我喜好啊。伊嘛是基督棍仔东，伊感觉讲伊应该去。马国医生是安尼，圣神的催逼，马其顿的呼声，伊较来。要去什么所在？毋是去大陆，是去迄个佛摩萨。无 PCT 的宣教师，伊是第一个来。伊本身脊椎细汉有摔着，所以伊无人知影。伊嘛无人知影，伊奉献一台印刷机。迄后来较知影讲，原来迄台是伊奉献的，巴克咧甲伊拼装的。伊做内叫什么？低调的啦，伊无爱互知影做这，但是伊互相伫心上，所以定定爱回国去食药、去治疗、去复健。好，邱瑞奇牧师伊开始传福音予原住民。咱知影伊鼻仔头。过来基澳，过来往屏东阿里港，10间教会拢伊开拓的。伊阁对南横到伫台东传福音予毗卢马样、卑南当时叫做彪马，彪马就是卑南，就是毗卢马样。这个就是李秀牧师39岁，内治马拉利亚过身。第3个其实是万巴德。咱有一个连续剧，迄个毋知啥物连续剧，旧年、前年，其中一个巴医生，迄就是巴万德，但是伊是 POT 的，迄就无伫内面，毋是正式派来。正式的第3个丁马太，因为马国医生定定爱回国，去香港报告，所以丁马太来等于就是代表伊、代替伊主医。然后。专门就是医馆，丁马太医生就是只有负责医馆，无插教会的代志。甘美林牧师、马介牧师、丁马太拢是1872年来台湾。丁马太3月，甘美林12月10号，马介12月30。甘美林就是来遮就是安那开始翻译干字典，迄个新厦门音。咱的台语就是厦门过来厦门音。然后到3天后来公报社的公报叫做教会报，嘛是甘伟林。伊就是盲人之父，创办这个盲人学校伫南部。但是伊将道理传到中部玻璃社内社这个社的八仔族伊嘛。道理传予迄个安那西拉雅的平埔族，因为西拉雅是属伫平埔族，所以伊就甲这个原住民山地人有关系。马凯牧师咱知影设立教会就是伊专门，然后伊身边有真侪门徒，伊的骹只捌到苗栗，伊传福音予苗栗，佮传福音予这个阿美族。这就是这个马介牧师伊嘛捌接触过这个原住接触过原住民。
伊设立医馆，创办 Oxford College 牛津学堂，传福音的花莲的阿美族苗栗的塞夏族人，这就是这个马偕牧师的脚迹。过来巴克的牧师，伊专门伫公报社、聚珍堂，以及伊所开设的府城迄个念大学，毋是大学，大学府城大学Cabell College， 后来就是南神的神学院，所以这个宣教师当时就有传福音予这个山地原住民。第三个阶段就是日本统治的时代。日本原住民宣告，日本对原住民是非常恶劣，对平地较好，对咱台湾山地、平地、海边拢有真侪建设。但是原住民是受人轻视，因为原住民那边拢有纹身，搁因嘛是真无好惹，所以第三个阶段。要对地讲起，就是咱看到这个井上伊之助，因拢话，因拢输客，伊的老爸伫花莲是淡薄开发这个樟脑油。1906年，伊的老爸伫花莲港的一个山区出草，互人抬头。伊当时读新学院2年，伫日本。听到这消息非常无法接受，内面充满了怨愤。伊阿兄寄明信片给小弟，伊毕业后留伫日本3冬。上帝感动伊去佛摩萨传福音给台里老爸人，所以伊讲伊若要有高效，爱对医学下手，所以佮读1、2冬的医学。摕到执照了后，日本政府派伊来台湾。来台湾的日本人讲袂通传天皇之外的宗教，所以伊无法度做一个牧师，伊只有暗中传这个医疗服务，甲顺便私底下传福音，但是伊实在无法度做啥物。这就是这个日本时代这个井上伊之助，伊当来到台湾，伊无法度去到太鲁阁住。因为日本政府甲伊派去尖石乡，伫遐学这个泰雅尔族，泰雅尔有120间，因无爱分中会，拢总有120间泰雅尔中会，非常合伊团结的一个中会，伫咱北部。伊有一冬破病，必须要回国。回国了后，伊写一本册《青番记》，伊伫东京的住所所写，伊学完了后，佮倒来台湾。日本政府无搁派伊去尖石乡，嘛无照伊志愿讲要去第一志愿是太鲁阁，派去南投的和平乡，搁派去仁爱乡，伊是巡回医疗啦，伊是巡回医疗的公务员，伊是公务员，伊领政府的薪水。然后伫遐爱学啥物？学不论，伊嘛受派去到对呢，去到布农族奈芬普部落医疗巡回传道，所以伊伫中部踅真久的时间，伫遐做医疗服务。到伫退休1939年，伊搬来到内湖，台北的内湖，伫遐开设爱生医馆，爱生医院，是第一个西医。伊伫遐改善水质，因为当时拢啉即个内湖的水，大细湖有超过100个，拢啉迄个泰国水。伊改善互因啉一种叫自来水，较袂太高，所以被颁发做公民，荣誉公民。民众自民要甲起一个纪念碑，伊拒绝，伊无需要互人起一个，若像偶像的石碑，踮互纪念。但是内湖人拢记牢这个，因拢话因拢输客，其实伊是牧师，伊是医生，伊放下受训，以德报怨，要转来传福音互台医老爸的人，
迄个所在吼，我4当前、5当前拄着太鲁阁的牧师，即摆伫总会的助理总干事，伊讲你伫，我通过会解说啦你在我们那边很出名，你那边有一间嘉明教会，那个地方就是因有诶，因有苏克爸爸被砍头的地方，我听到嘛，着一惊，是安尼啦好，这就是想到就爱补充的，然后讲对，这是重点，这今仔日的道理的重点，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当时伊的墓碑，伊后来伊摕到伊转去台湾，对台湾转去日本，然后歹势我袂显，伊的墓碑顶面写一个爱，片假名日文，他们论有读，我问因本族的姊妹讲这哪念，所以我真有把握他们论有读。这就是上帝在编织，这就是泰雅语族。过来最后的一个故事，最后咱有3分钟看这个影片，吉旺女士，吉旺1929年，迄个时阵伊去读神学院，伫伊还未读神学院进前，伊50岁，因为丈夫甲放杀。伊脸上嘛纹身，纹脸。日本人统治原住民是足苦，足残忍。伊看到伊面有纹搁甲刮，用刀搁甲刮，搁大片，差不多是安尼。伊甲无共款的族群带做伙，互相监视，互相做失败，所以常常误会。咱看赛德克巴莱有无？一组个人拢吊刀。迄就是受误会，共原住民凶杀，其实背后的暗杀者就是日本，伊用这种来统治日本这个原住民，将所有原住民赶落山脚，安尼较好治理。伫山头因输，伫山脚好控制，这就是日本人对原住民的这个手段。神社强迫族人朝拜这个天皇，但是这个吉旺伊就是劝伊的族民爱放下怨恨，亲像伊原谅伊的丈夫甲气杀，爱原谅日本人，差不多是安尼，爱原谅无共族甲你处草的，唔通去处草用基督的博爱的精神。传道理互因，惹怒日本人禁止伊传道但是愈禁止愈鞭挞，愈通缉伊的门徒哪济所以伊即种传福音的心情感染伊四周的人，差不多逐个人拢准备顺道，这条路就是不归路，掠到最后就是死期但是因犹原继续做这个有意义的工作。伊捌讲，为主受苦是荣耀上帝，上帝欢喜，要得到伊的报赏所以即群的人甲初代教同款，因的报赏就是伫天顶的国度。日本时代的族群对东部开始东部当时的盛况就是讲，通过吉旺甲伊的门徒，伊的泰雅尔格泰什么格？泰雅尔是咧，泰鲁格，全村的人拢信主，全部信主，所以这是原住民伫20世纪的信仰。当时有千外人每对礼拜就是去花莲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以坐满满坐到路林然后日本语翻了做台语台语翻了做日本语，因较听可能无法度完全拢听，但是
因就是安尼去听道理。然后一场无够，分做2场。所以花莲港教会就是收留因，接纳因做伙台语礼拜，敢有华语？是日本语礼拜。当时的情况是安尼。所以伊影响到阿美族，不论个即个卑南族，伊一个世世政治，毋敢若结出真侪果子，也影响其他原住民的宗教信仰。原住民宣教的成果，称作20世纪的新约。1946年过身，伫个墓碑写一句话：无有一个人亲像伊一样，用世世的机会，互遐尼侪人成就了遐尼侪的代志。这是第4个阶段。大战了后，嘛会通讲孙雅国牧师娘第2摆，因46年转来，其实是来探访。因当时是伫南美洲一个小小的国家做宣教师。因感觉讲因爱转来因为第1摆来是1927年，大战中日战争，因被迫离开台湾。到47年，因2个转来，因开始无共款的宣教的方向。因毋敢若伫台北新雅医，就是相连遐台北新雅医伫遐教册。因拜六拜日就开吉普车往花莲去遐，牧师娘做妇女甲儿童的事工。牧师就是去遐说的。牧师甲真侪原住民，包括平地的人说的。我印象伊超过1000人，孙雅国牧师1000人捌伫伊的圣礼顶受洗。然后因当时看到真侪原住民信主，心内真感动。这是安怎信主的？因后来一项拢明白所以有一天伊甲指望，拄有在讲1947大战的第2冬，鼓励伊去读伊马街创办的牛津学堂做神学生，做神学生。所以因看到遐尼侪花莲的原住民信主，所以因就伫遐组一个女社，然后开始招募学生，叫做山地圣经学园学员，就是预神的前身。第1批学生有28个，一半是太鲁阁族，总共一半是太鲁阁族，其他就是其他的族。当时有讲到洗礼的人真济，然后开始翻了太鲁阁的圣经，甲出版。战争了，原住民的教势成长非常明显。最后要讲的就是透过孙院长，会通讲请伊的学生陆先春牧师甲吴文智牧师去花莲去台东做伙合作，伫遐传道理。所以陆先春牧师伫遐写真侪圣诗，包括原住民。咱的圣诗有几啊首伊写。吴文智牧师伊拢专门伫不论这个族伫遐做传道的工作以及翻译的工作。所以伊的原住民不论语非常好。陆先春伊是一个作曲家、圣诗家、音乐家，伊就游走阿美族、东排湾、雅美、鲁凯、佮卑南这5族，拢伫遮的平地，也是讲台湾人的牧师，伊的欣赏伫遐来看到。最后介绍牧师娘，拄好我同牧师伫办公室咧食早顿，伊甲我讲真侪伊甲牧师娘的故事，牧师娘孙丽莲牧师娘的故事。伊讲伊嘛是受影响真侪，读神学院。
以上就是即4个阶段。感谢主，安尼恁有记忆无？安尼请恁讲一摆。咱等下复习咱来看一个3分钟的影片做一个祈祷做结束。上帝所喜爱的众姐妹、弟兄、众同工，大家平安，比亚克那木干呐！我是总会原住民宣教委员会主委贝斗魏喜庆牧师。我在这里代表原先向各位致上最诚挚的感谢。多年来，因着你们的关心、支持和代祷，使得原先的事工得到许多的帮助。2024年是原住民宣教委员会设立70周年的日子。回顾这些年，原住民的宣教事工从原乡教会的设立，到都市原住民教会的陪伴，从原住民土地的议题到原住民证明的运动，从推动社区总体营造事工，到社区文件站的设立，从罗马字的学习到族群母语能力的提升等等。我们都可以看见，这70年来，上帝在众原住民的教会当中奇妙的带领。在整体原宣的事工上，我们仍然有许多要继续努力的，譬如原住民教会的传道事工，在小型教会以及都市教会的宣教挑战，或者是原住民教社事工到原住民的议题，社福以及产花事工的挑战，又或者是原住民教育事工在族语推动、文化建构和原住民主体意识的提升，原先仍需要更多的支持、跟贡献、跟关怀。因此在这里特别邀请各教会众牧长继续关心、支持原宣的事工，使基督肢体合一的美好见证落实在台湾众教会间，并使基督救恩的福音广传在上帝所爱的这片土地上。欢迎你们来，愿神祝福大家平安。最后，请咱做伙做结束，感谢祈祷。主阮的上帝，阮通通过这个主日，知影原住民伫 PCT 这个大家庭所带来的成果，是20世纪台湾宣教的新热。阮是共一个集体，阮也求你，予这个新热伫阮台湾来发光，通过台湾的领袖兄姐同工的代祷，会通带予阮的国家最大光明的愿望。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免。信息撒到内面，信息回应上帝的话，信息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起你内面。
请坐。奉献，请张慧瑜执事甲陈怡如执事来书献。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报告教会消息吼，感谢主哦，今仔小可冷，啊，毋过大家拢会使做伙来参加礼拜吼，真欢喜。啊，今仔日是原住民事工奉献主日，啊，总会差派李家明牧师代表来证道，啊，伊嘛甲大家讲一个咱原住民宣教的历史吼，拢讲啊足清楚的，感谢伊。吼，啊，请咱继续来关心原住民的宣教事工。啊，礼拜煞嘛，欢迎大家留落来，互相来请安甲交易。啊，第二中职会，今仔日礼拜煞吼要召开中职会，啊，请中职老部吼到6楼来开会，好会手册吼。咱后礼拜日要举行年度的会员好会吼，请兄姐去1楼吼来更新恁的通讯录的资讯，啊，确认了吼爱打勾一下吼，好教会知影你有看过啊。啊，第4吼，后礼拜的好会是10点半的联合礼拜要来召开。所以第一场无哦吼，第一场后礼拜是无吼。啊，要会员来报告旧年的教室团契的活动甲财务的状况，阁有要报告今年的计划甲预算吼。所以请会员吼踊跃来参加。啊，今仔日咱嘛有伫公布栏讲到上新的会员的名单，爱大家看者，若是有漏到吼，中央长老来欢迎。啊，后礼拜搁分一摆吼，华语礼拜就无吼。啊，第5，感谢赖宏士长老吼对南门教会贡献。啊，虽然已经届龄退休吼，可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运用它。啊，那所以旧年小会有通过要聘请赖长老做名誉长老吼，所以后礼拜礼拜中要公开
大长老来表达感谢，甲咱的尊敬。第六，周报的合订本吼，兄弟若是有收集周报的习惯的吼，将旧年的周报收集好，送到办公室，咱会使来免费装订吼。第一页会记只写你的名，收有等到2月4号吼，到2月4号为止吼。团契消息，双联团契今仔日有1月份的例会吼，有邀请许长生弟兄来分享上帝所赐的彩色精灵飞鸟。即摆的例会嘛会补选1位副会长，所以请双联的兄弟留落来参加。夫妇团契嘛提醒一下吼，今仔日是6点，暗时6点伫天成饭店吼。第二，下一个团契消息第1点，今仔日是6点伫天成饭店吼，请大家准时来参加。教界的消息，今仔日其实牧师有讲到吼，今仔日是原住民宣告今年70周年，请大家来为原住民的宣告吼，继续来代祷甲奉献。其他的消息，请大家家己来看吼。信息小赞牧师，张牧师补充甲介绍。毋知我特别需要介绍的无吼？今日天气真冷吼，大家要注意较小心吼。大概有几个顶礼拜已经有来过啦吼。我咧即马还没有回美国的几个小介绍一下啦吼。苏建林遐所调别吼，甲伊的查某囝甲伊的太太吼，欢迎伊来参加礼拜。较后壁是阮伫二湾教会真好的同工吼，陈顺正长老甲阮圣歌队的指挥张佩仙在阮20几年的革命感情顺正长老就是陈五福医师的公主吼，阮即届去罗东有去看目光盲人重建院吼，就是因爸爸。咧讲迄个甘为人心盲人之父因爸爸伫遐照顾遮个盲人吼，顺正长老，毋知楼顶有需要我特别介绍的无？补充一项，如果迄个通讯录若绕到你的名，请你家己填起。如果若无问题，请你打勾。咱后礼拜和会手册就会，你若换手机，拜托你就更正一下。有时若紧急要联络的时阵吼，敲毋着电话就。是已经无咧用，就较麻烦吼。咱今日欢迎王金泰牧师娘吼来参加咱本教会出身的传教者，欢迎王牧师因夫妇来甲咱讲解，以上。信息396首，打尾线回救助数吼，唱线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来吟。出
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之爱、圣神的相通引带，甲咱众人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Oh